后来乡亲啊，你有去领5倍券啊未？今仔日开始会当揸着健保卡去邮局领咯。邮局为今仔日开始开放，予无注文的民众，甲6个人以上大宗的预约，会当来领5倍券。再去领大部分拢是老岁仔长辈。讲为这个健保卡验证到领着券，上紧只要30秒。长辈则讲，因袂晓用手机来设定，所以直接到邮局来领上介利便。另外，咱的乡亲时代若有去抽到1000块的国礼券，今仔日开始到明年的4月30，拢会当来使用。全家人一起领，今天领了7份，比较快，就是其他家人不用再跑一趟。这位妈妈甲规家伙仔7个人的5倍券拢领回去。以前的有3张，总共是5000。邮局今仔日10月初1开放无注文的民众，阁有100要领6个人以上的大宗领券来领。透早8点半，邮局一开门，大部分是阿公阿嬷来领券。简单，非常方便，希望有帮助国内经济。无怪阿公阿嬷，不管安怎，都是要来邮局领，因为只要早健保卡身份确定了后，签名就会使领，较无30秒就领到5倍券。开放领券头一天无真侪人，因为超商和邮局主文甲人分甲较散，各地邮局拢无排队，因为自11月初1到明年4月30号，只要早健保卡就会使领，真侪人无急的上头香。你敢有抽到国旅券？1000块国旅券今仔日就会使开始使用，即马到明年4月30号，有合作的旅行社、游乐园饭店6500间业者拢会使使用。小旅行讲行就行，国旅券话开就开，毋是干那用讲的尔尔。